国家人权博物馆内底有一栋仁爱楼，伫白色恐怖时期是暂时关的等待判刑的政治犯的所在。最近二楼关女性政治犯的阿房也开放参观，这也让证人对这段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。 这几边空间铁门顶顶阁有防自杀的措施，这是国家人权博物馆仁爱楼2楼过去女性政治犯的阿房，官方最近甲整理好势，正做详细的参观空间。 就是其实也很多人在关心，就是女性政治受难者的一些故事，因为在过去大家都是从男性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比较多。那事实上，确实在白色恐怖时期，女性也是政治受难者也是少数，所以受到的关注本来就比较少。去年人权博物馆有甲女性阿房暂时开放导览参观1个月，受到真侪关注。即马顺势开放，大家会使比较参1楼的男性阿房有倒位无同。导览员讲，过去有男性受难者捌讲过房间外常常有水流落来，透过女性的口述资料，发现是因为2楼有水沟坑，另外女性政治犯的护瓜空间，嘛甲男性有差别。女性的政治犯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男性在户外的放风空间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到户外的。那一般来说，他们的放风都是在走廊上面散步而已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条走廊。 女性阿房嘛，特别有男性区的空间顶顶，导览员表示，伫白色恐怖时期，像前副总统卢秀莲等人拢捌关过遮，透过开放，嘛，互大家了解女性政治犯在等待判刑进前，关押伫遮的生活环境，正是不计历史的细节。记者伫今日徐凯台北采访报道。